老弟呀，哎，姐，那个下个月房租该交一下子了啊，差你了。哎，不是那啥，姐，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。啥事儿啊？你说吧。我不想努力了。不想努力了？啊，这啥意思啊？就是字面的意思。姐，那个你看，我也没钱，你看我人咋样？我看你人挺好的呀。啊，挺好。我想找一个过日子的女人。过日子的呀？啊。哎呀妈，姐就是过日子的人，正经过日子的人。我想好好经营一下我的爱情。那太行了，你好好经营一下爱情，我好好经营一下生活。啊，对，井井有条的。那咱俩行。哎呀妈，你这也太突然了。一点都不突然，到时候了。